是安怎？恁唔惊歹去啊？哦嘿啊，这门大炮就歹去啊，就无法度断，安尼是要保护大鱼泡。啊，你免甲伊讲遐济啦，我甲你讲啦，阮这门大炮哦，是今仔日一定要修理好的啦。啊，我无闲嘛，无时间插恁啦。来来，恁等去，恁等去，恁等去。等者，你先莫讲走啊，无得看阮小朋友会用斗相共啊。哦，你真会甲阮斗相共会用啊！我遐工具地啊，你甲我摕一寡扳手啊，还有罗赖吧，谢谢啊，感谢啊。哎，骗子上煞，骗子。扳手攞来吧 Punch 骗子啦！平常时啊，伫厝诶，无咧斗修理哦。你看你要甲斗相共者无？你讲要修理嘛，无法度斗修理。嘿，攞来今日阮时间是真宝贵呢。应该是这啦，应该是这啦。三项，来摕起，摕起哦，白大黑。敢是这三项？敢若是呢。你甲我摕一个。敢是。这个夹好，甲夹好转去。哦，安尼啊。哦，想袂到你真够修理哦。当然啊，拜托的哈，我这专门科的呢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白大。玫瑰杯的物件，给伊掰开啦！玫瑰就给伊摕啦。白大黑，要命啊！白大黑，哎呀喂！哦。飞到你有要紧无？要紧。地上啊，这是特务。这是迄大型号，我是村长。哦，村长。小姐。我是仙女。啊，不是。我跟你有点几个。秘密队长，上水的秘密队长。啊，不过你若是迄去电着吼，嘛是爱去人无爽看，嘛是爱看医生。啊，若是身躯有空喙哦，会当用纱布包起来啦。多谢太平洋队员，啊，还有队长，啊，叫阮个军员一名，无我失去一位军员，我唔知是要安怎啦。多谢恁啦，啊，你是对倒位来啦？倒位来，小朋友，咱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太保水牛队。嗨，我是朱琴，我是香槟，我是阿伟，我是新亮。太保水牛队哦，啊，啥特别好这个名？因为阮遐有一间的水牛将军庙。台湾唯一一间哦，今仔日真正伫遮，甲恁说多谢，嘿，感谢恁救下之恩，多谢恁。安尼啦，既然你今日救阮军员的一命，恁伫遮，互恁来挑战，好不？水。真正我是有抱着这种感恩珍惜的心情，多谢恁的斗相共。好，安尼恁有信心嘛吼？有。啊恁尽量哦，好，尽量莫摕到保重吼。你救我一命，我给你一命。要放水。好，放水。是无啥人无法度放水啦，啊恁就尽量拼啦，到底摕到摕袂到，迄是恁兜的代志。好啦，恁尽量加油啦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行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嘉义太保，除了有你头先讲的全台唯一的水牛将军庙，还佫有啥物好食好耍的无？鸡肉饭，鸡肉饭，一定爱食的。这是一定爱。一定啊。还佫有无，还是还有凉面。凉面凉啊，面哦，蒸。白醋冷面啊，对谢谢。蚵仔煎哦。蚵仔煎哇赞嘞！哦。还佫有啊，你拢讲你爱食的，啊，佫有迄落啊，啥物物件？咱去遐足方便的，高铁哦，足紧的足近的，足紧的300几公里。 300几公里，开足哎，紧。高铁啦，太保嘛，对你太保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啊，恁今日坐迄来嘛？系啊，对啊。哦。紧啊！对啊。有补助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加油，行来噶！来啊，准备啊，各位小朋友，汤，较慢嘞，水。好姐。山羊，水，来后一个。好，水啊，讲，我头前。开车，哎，一来。汤，
看头前。灯笼球，这标准，这标准。猜，哎哎哎！猜是点啊？拍谁？来，我不会，爸，你手头前你拢冲过头啦！较轻啊，慢冲啊，紧着，来再来，我不会罗马拼音哦，来，哈哈哈哈！来下个。罗马拼音，苏西，沙瓦萨比。沙，好，谢谢。再来，咪，哎，继续，来，江启良，哦唔对，哇，差一组组啊啦！来，菜加油菜，什么？天落红雨要发甲，哎呦，水哦！下一位。来，个一个爸，切掉啊！看头前。柏林，柏林，哎呦看头哎。头前。看头前。被 pass 吧？好 pass 好，来。来，刚好放一个机会，水。安和，到这里什么？再来，爸，海林，海林，来这边，咪叫好，你来。头前。浪球，看头前。林雄，你看，我看一个，好 pass 谢谢。来过来啊，红梅哪里啊？好来。宝贝，哎呦，对，赞哦！来哦，不是改讲唔对。来，猜豆豆来，来，头前。好 pass 好吧，波皮呀，可以啊，耍。钓几题咧，来，咱做伙来学习。咱来看卖啊，第一个大陆拼音是咱队长。简单的呢。你有哎呀，你有喂，S 我有数啊啦，嘿数啊吼，你有下弯啊？一个戏啊啦，安怎念？刷鱼。啊，喝一吼。刷哦，SUA 刷鱼。再来后一个，港口。头先你是安怎念？曾启良，是ten 哦。天开有无？咱甲物件天开，天是良，大陆拼音。头先这题是啥是新着的？你敢知安怎念？林在李梨啊，迄个咱食的食啥？梨啊，梨啊，爱是梨啊，所以安怎念？李呀，嘿，对，梨啊，水。有啊，来，后一个人形，形，嘴啊合起来吼。人形是啥？狒，甲狗我无啥共。菲菲较大只，杰，好，面真长，哎尽量。伊爱做动作你。小试者。水啊！人形，啊你来试狗。哎，水啊！人形甲狗伫讲话。你真会好哎呀，有够厉害啊！来讲卖啊，后一个安怎念？九哦，这是九哦 ，TS 是知嘛吼，知九号，做伙念一解。九号。好，咱来看卖，恁拢总钓8题，会当摕到1块大片，一块鸟，上边一块鸟你。去摕一块大片，咱人靠后壁，看卖要搭伫咧倒位哦。来，啊，摕是米鞋，米鞋你想要放喺度？好来，上边来者。来哦，随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看有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坏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
孙弟，我跟你讲哎，我平下这两位小朋友真厉害，亲像我阿亮，阿亮你的专长是啥？我会晓算毛丝嘎，魔术家，对嘞，这差不多几秒通完成？ 30几秒。哎呦，是你讲真两三是个6面呢对啊， ，6面30几秒安尼算不哩紧呢，动作紧真清楚呢。30几秒啊，你家己有目标无？你希望通啊几秒通完成？我希望我伫20秒内。所以你把未来有希望家己通啊去参加比赛。敢捌比过啊？唔捌。唔捌，安尼加油，咱大家替加油好不好？一个目标的囡仔上好就赞。啊，你讲另外一另外位是，一位是对服装有兴趣，服装有兴趣。来，你讲看卖伊，你讲看恁队长，你看伊遐穿这束服装，看有倒位需要调整的无？我感觉这束衫基本上家己的皮肤看起来就是真水，看起来就是真白，就是无啥物缺点。无缺点。是因为人的问题。开始啊，无啥物好开讲啊。开始说。哇，你歹势啊！好啦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贵哩。两个哩，对啊，较细哩哦。两个哩，哎，外太空的有的物件，外太空有的物件。钱，哎呦，两个哩赞哦，几个哩？有两个哩检查，检查啦一。边的物件，伊身躯的炸手请。哎，赞哦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足暗的时阵，会使看到一粒啥物飞过去。面包。绿包，流车。流哎流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中秋节伫个天顶会使看到的。月牛。你较专业的名叫啥？你也怕吗？月球。喂，哎呦，一个，两个哩，两个哩，两个。足贵的足贵的。棉麻店物件，两个哩尔会使看到。两金麦转酒。酸哎呦椒，哇，头脑真好哦。几个哩？三个哩，你伫咧食饭饱，喙齿内底。啊，讲落去啊。搞笑啊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一两三四三，一两三四，今年啥是啥？今年啥是4个。数哩，有哎呦，赞哦，好有印象哦。哎呦，厉害哦几。个哩？两个哩，天顶会使看到12个三弟耶，黑的，哎呦，厉害呢！吼，婚礼上会穿的物件，啥个穿的？上香，新郎新郎的穿的物件，来看，伊咧骹腿大，穿伫咧唔系骨带，哎呦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像你兜有饲啊，像因老子，椒啊。对鸟啊，什么椒啊？椒啊。银哥。对，哎呦，几个哩？天顶看到的，青椒。光的，中啊我跟咱用到的地方，对哎啦，对啊。头哦，这强的呢，两个哩，这小很快，这是我感觉小很快。伊咧几个哩？是吧？哇，是吧？阿伟真正是用性命在拼，咱到底看卖伊得到几题，咱做一个复习。安怎念？起头啊，起头啊，什么时阵会用到？食饭食饭食啥？吃耍，喙齿内底有菜，出去袂使讲起。啊，去。喙内底有菜，嘴内底菜啊，迄卡菜，餐厅桌顶拢有诶。哦，后一题是英哥，头先是讲啥有咧饲？阿亮，阿亮，你厝有咧饲啊？有啊。来，若是英哥，你看到这个英哥，你要安怎形容哦？你的同学听。伊会学人讲话。啊，有人讲话，即句就随知影。对。哇，这啥摆啊？10题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2块啦。阿亮你去摕，阿亮，最有中国有咧比哟。摕两块大，真正有比大话啊家有机会哦，来看要搭伫咧倒位，这是培乌甲文班。看你要搭哦，另外一边嘛会用的啊。好，来这，啊好。无真摕到3题啊敢。若有人是用安尼背无着的。哎呀，我紧啊，哎呀。这一切拢是咩啊？咱来看卖啊，上尾关
准备接招，天来卡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两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哇！来到这关哦，我有淡薄烦恼，咱的大片去用摕了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有咪咪队长伫咧。重点有一个伊，啊，佮其他的拢有参加什么讲故事比赛，啊，佮有朗读的。哎，啊，谁啊，恁要摆安尼啊？敢有原因伫哩？因为伊大意是我。哇！歹代志安怎传承至今呢？无咧，心已经破碎好啊！啦，我紧，既然拢已经嘴鼓啊，啊，就继续好落去。来，咱来抽卡，抽卡。我甲讲，我甲讲。来，抽，大家选着哦。人抽一块。我讲显开才显开，莫偷看啊！我一个机会啦。来，一、两、三，请显开。来，咱来抽卡，抽卡。我甲讲，我甲讲。来，抽，大家选着哦。人抽一块。我讲显开才显开，莫偷看啊！我一个机会啦。来，一、两、三，请显开。来，向头前，向头前。来，念出来，这啥？人客，影片，影片，包装，哇，这真是。结真唱色。歌。听来噶，来。有一阵人客到电影，到电影伊，到电影伊，因伫看一个影片。这影片的内容就是摕宝藏咧讲宝藏的故事，啊，毋过迄摕宝藏的人，就是咧要摕宝藏时，无小心去跌倒，断骹断手，哎呦，结果伊就去病院。伊去互送到急诊室，结果伊伫个急诊室内面，因为伤过欢喜伫遐唱歌，真正是一个做奇怪的人。好爽！来，鱼仔甲传两个。敢有需要甲扣分？咱来看卖下者。应该是。感觉我是感觉唱歌遐真正是无合理啦。唱歌遐，去急诊室，啊，竟然会伤欢喜甲唱歌。而且重点是想哦，看嘛，因为伊是断骹断断手，手就是唱讲歌。断骹断手啊呢。好啦，安尼啦，咱整体甲听起来大方向是无啥问题。对啊，啊，毋过就是一寡所在淡薄怪怪，啊，佫讲无啥会出来，咱就甲扣半个，好无？新考啦，新考啦带安你怎？要看安怎？啊，若是后一题无扣到半个，这题就算伊过。上映。看因等下表现。好，来收卡。手卡，来哦，选着好哦。好来哦，拜托了拜托了一块哦。你先算，你先算。好来。 3、2、1。哦，有 bonus 哎！就是相框吗？来，这啥？乖啊！乖啊！金啊！金啊！楼梯，阿公忙咯。阿公甲网络，网络甲地毯。啊，分开哦。来，到底这个故事生啥型咧？恁来教。杰林啊，地乖啊，兔，一只，兔一只金嘛。啊，迄个金仔路惊到，伊就爬楼梯，爬。啊，伊爬到阿公的房间，看到阿公咧念网络，结果互一摆行一个手机落落地毯遐，手机煞来歹去啊，真正是有够衰的一天。哎呀，好爽！咱这毋是造句尔，咱这是爱用用出来。所以伊伫这个所在，敢若减一寡啥物？对。你看伊摕拐啊，去吐金嘛，伊去吐金马的时阵，无说啊无，竟然无吐着，伊会使讲遮嘛？竟然无吐着，啊，互伊走去啊！所以伊大楼内底伊咧爬楼梯。对，伊去接要，对，伊去接要大楼的楼梯嘛。对。安尼才较合理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所在，以咱专业的判断，爱靠半，靠，靠半。才爱靠半。先靠。好，啊来到楼梯啊，
应该是 OK 啦，伊有爬嘛，有背，爬楼梯，啊，佫讲有啥？看到，所以看到阿公啊，阿公咧练网路嘛，练阿公练啊哦练，练，阿公咧练网路，啊，讲你练网路，尾后壁其实拢讲了算好，尤其是迄个收尾，对，收了真好，安尼就是靠半个加半个就是靠一个。龙总，摕到9块，通啊摕到2块大片，加上 bonus 3块啦，水，加的。看要搭伫咧倒位哦。第三题第哦，三题，先2、3，看你要摕倒3题。哦，加，要到倒位？会当刷落来。搁一块。哇！哇，剩2个空的。我看啊，一声响摕到机会敢若变大，到底摕会到无？引来个。太保来的小朋友实力真正真好，无唔对，竟然互恁摕到6块。你有想要刷位无？要刷位无？要超工兵，还是就照安尼落去背？这样呢？叫安尼。照安尼。啊，要派上出来背。阿伟啊，烧阿伟阿伟，烧啥位啊？到底有信心无啦？有哦，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哦，手甲放起，我讲请背的时阵才甲背落。阿伟加油哦！到底太保来囡仔兄囡仔姊，我都摕到宝藏无？请背。阿伟啊，大力咯！哎呦！加油！平稳之手，哎呦！咪讲！上宝藏，恐龙科高招，哎呀，宝藏叫恁摕去啊！厉害哦！来，这就当的嘞。那就好啊，这科高招是安怎算较好啊？这是考古嘛，伊这内底吼是这个雷龙的骨头，所以呢，咱用之后，这个内底有鸡丝头啊！你家己豆豆清出来安尼啊？对，骨骸。无是啊，你咧学啊，你想讲啊，想要做这个考古的专家。哦，嘛是有可能哦，学做兴趣就对了。真正太保来小朋友真正是厉害啊！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高低公大义。来去坐高铁。来去太保，来去太保。